跟住落嚟咧，會分享一下我哋校本資訊素養框架係點樣做規劃同埋點樣去實踐嘅。咁呢一條影片咧，主要就會講我哋點樣規劃嘅部分。喺我哋做呢個校本資訊素養框架，當然啦，我哋必須要參考《當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4》呢一份文件。而其次，我哋亦都參考咗小學教育課程指引2024，加上計算思維編程教育小學課程補充文件同埋新加坡教育部嘅文件呢，而去做整體嘅課程設計。咁我哋按住課程文件裏邊7個學習宗旨去分類啦，包括國民身份認同、正確價值觀同埋態度、學習領域嘅知識、語文能力、共通能力、閱讀同埋資訊素養、健康的生活方式7個方面。喺國民身份認同裏邊呢，我哋首先呢就希望學生呢可以對資訊科技有深入嘅了解啦，同時加強到佢哋對中國同埋世界資訊科技發展嘅認識，從而增強佢哋嘅國民身份認同同埋民族自豪感同埋主人翁嘅意識。教學裏邊呢，我哋會結合相關嘅歷史文化背景啦，同埋對未來發展嘅趨勢嘅展望，希望學生可以更加全面咁樣理解資訊科技喺國家發展裏邊嘅重要性。咁我會分2個方向去做，首先呢，就係認識中國嘅資訊科技產品啦。咁我哋強調學生對於中國資訊科技產品嘅了解，包括中國內地主要嘅科技企業啦，同埋其產品嘅特點，以及呢啲產品點樣喺全球市場裏邊佔有一席之地。咁例如我哋講人工智能嘅技術啦，咁中國嘅科技的而且確喺呢一個世界裏邊呢係名列前茅嘅。咁所以呢，我哋就會將呢一啲嘅科技公司啦介紹俾小朋友，如果可以呢，甚至乎我哋會帶佢去實地嘅參觀，等佢哋了解下原來呢一啲嘅科技企業呢係咁樣運作嘅喎，而喺呢一個科技嘅領域裏邊呢，佢哋點樣領先呢一個世界？咁其次，我哋譬如會有一啲呢華為等等嘅呢啲硬件嘅公司啦，咁其實我哋都會介紹佢哋嘅產品呢，原來呢喺市場佔有率裏邊呢係有幾多？咁從而呢，我哋了解到呢一個科技產品呢，原來喺世界上面呢係真係領先嘅喎。咁但係除此以外，其實我哋好希望學生有一個世界觀。咁所以我哋亦都會同時認識世界嘅資訊科技產品，提供學生對國際知名資訊科技產品嘅認識，比較唔同國家產品同埋創新與特色，培養呢學生對全球資訊科技發展嘅視野。每一個國家呢都必定會有佢嘅領先嘅地方啦，亦都會有佢不足嘅地方。而呢個不足嘅地方呢，唔一定係佢唔叻，而係只係喺呢一個範疇裏邊，佢冇其他國家咁優秀。咁我哋能夠知己知彼呢，咁我哋呢就可以呢對成個世界觀呢有更加透徹嘅認識同埋理解啦。咁除此以外啦，我哋希望學生可以了解到新興資訊科技嘅應用啦，教導學生識別同埋理解中國及世界範圍內新興資訊科技嘅應用，例如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等，並且探討呢一啲技術呢點樣影響社會同埋經濟發展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探索先進資訊科技嘅實際運用，我哋唔係淨係喺一啲嘅現實、一啲嘅虛擬層面去講人工智能有幾勁啊，點樣生成到一啲嘅文字，而係我哋希望探索到呢一啲嘅實際嘅案例，令到學生了解先進資訊科技喺唔同行業裏邊嘅應用，好似醫療啦、教育啦、金融啦，並且同佢哋討論下呢啲技術咧點樣可以促進到國家嘅創新同埋進步。咁喺呢一個環節裏邊呢，就係響應緊呢資訊素養範疇9嘅一個範疇啦。咁同時呢，我哋都係培養緊佢哋嘅國民身份認同啦。咁另外當然啦，另外一個範疇呢就係國家安全教育。咁我亦都希望呢透過我哋呢一個嘅課程呢，可以令到佢有一個國家安全嘅意識啦。咁旨在培養學生呢對國家安全嘅認識同埋重視，了解點樣保護國家安全。咁同埋令到學生呢能夠慎思明辨咁樣分析資訊嘅真偽，並且有效符合道德地使用資訊同埋
通訊科技。呢一啲咧包括對個人啦、社會啦，甚至乎國家係都會受到佢嘅影響嘅，同埋點樣令到佢避免成為網絡世界嘅受害者啦，令到學生將學習如何從用戶角度認識互聯網嘅保安威脅，並且提出保護私隱嘅方法。咁希望透過呢一啲嘢嘅學習呢，令到學生能夠提升自己嘅資訊素養，成為一個積極同埋負責任嘅公民。咁當中包括兩樣嘢啦，其中就係網上嘅威脅同埋保安啦。希望佢喺個人用戶裏邊識得點樣保護自己嘅隱私同埋數據嘅安全。咁討論喺網上面潛在嘅啲私隱威脅啦，並且教佢哋點樣去保護私隱、保護自己嘅。咁另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啦，就係資訊嘅真偽。咁我哋透過呢一啲嘅分組活動啦、一啲常識嘅課題啦，我哋會教學生咧點樣去分辨到一啲嘅資訊嘅真偽，並且評估錯誤傳播對社會嘅影響。咁同埋當學生自己遇到一啲嘅錯誤資訊嘅時候，咁應該點樣處理呢？咁呢個都係我哋會希望咧可以透過呢一個框架教到學生嘅。咁再者啦，我哋網絡安全嘅社會影響裏邊呢，我哋希望了解到唔同嘅網絡犯罪係會對社會大眾呢係受到佢嘅影響啦，同埋希望網絡安全呢對社會有序運作呢嘅重要性呢，學生係能夠知識嘅。咁希望從上述嘅目標啦，可以加強學生呢對國家安全嘅意識啦，並且喺資訊爆炸嘅時代呢，培養佢哋能夠成為負責任處理資訊嘅公民啦。咁第二個方向啦，就係正面價值觀同埋態度。咁我哋咧希望咧，首先咧，我哋希望建立到健康嘅數碼生活啦，希望佢識得限制使用啦，選擇有益嘅線上活動。並且咧有一個重點，我哋好想俾小朋友就係，我哋希望佢了解到社交媒體嘅正確使用方法，並且認識如果過度使用媒體可能帶嚟嘅新生理影響嘅。咁再者，我哋希望佢成為一個網絡好公民啦。希望佢知道原來一啲網絡行為咧係會有後果嘅，特別係一啲嘅起底啦、散播謠言、使用貶義標籤呢啲行為。透過案例研究同埋角色扮演咧，希望學生體驗到呢一啲行為對自己咯、對他人嘅傷害，從而培養到佢哋嘅同理心同埋負責任嘅網絡行為。希望教導到學生點樣辨識同埋應對網絡欺凌。再者，更加重要嘅係識得尋求幫助嘅途徑，同埋點樣支持受欺凌者嘅一啲嘅行動。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希望建立到一啲嘅正確價值觀同埋態度啦。咁去到第三個範疇，一個學習領域嘅知識。咁喺我哋嘅課程框架裏邊呢，我哋校本嘅課程框架其實呢一個係包含喺一個 IT 科入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呢個部分咧，最主要就係講點樣應用資訊科技嘅能力。咁希望咧，佢哋能夠有效咁使用咧各種工具同埋資源啦，去支援到學習同埋日常生活，並且咧可以促進到全面嘅發展啦，為佢哋未來咧喺資訊科技領域學習同埋職業嘅生涯裏邊咧打下堅實嘅基礎。咁其中一樣最重要啦，就係我哋會訓練咧計算思維嘅。咁我哋希望鼓勵到呢一樣嘢啦，包括咧邏輯一啲推理啦，點樣解難啦，同埋一啲嘅創造性嘅思考。希望咧佢哋識得點樣分析同埋解決問題。咁當然啦，我哋做呢一個學科裏邊咧，其實我哋有3大目標。首先第一啦，我哋希望可以做到普及教育嘅，咁啊確保所有學生咧都能夠接觸到資訊科技教育啦，無論佢嘅背景或者能力啦，都可以掌握到基本資訊科技嘅知識同埋技能。咁再進一步咧，我哋希望咧協助學生揾到個興趣，透過吸引同埋多元化嘅教學方式啦，去激發學生對資訊科技嘅興趣，鼓勵佢哋探索同埋發展個人嘅專長。咁如果佢可以咧成為佢終身嘅興趣咧，亦都係我哋希望咧係幫到佢嘅。咁最後啦，我哋就係一個資訊科技嘅拔尖課程。咁我哋希望為一啲有特殊才能啦，或者對資訊科技有濃厚興趣嘅學生咧，提供一啲深入同埋進階嘅學習機會。咁俾一啲嘅課外活動佢啦，咁從而咧發展到佢一啲嘅專業技能同埋知識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希望喺呢個IT 科裏邊做到嘅目標。
咁第四部分啦，我哋希望呢，亦都透過我哋資訊科技呢一樣嘢呢，去加強到學生嘅語文能力，令到佢哋有效溝通同埋表達資訊，並且培養佢哋整合、運用資訊嘅能力，同埋創造性咁樣咧表達佢哋嘅想法嘅。咁其實最重要嘅目標啦，就係其實運用語文啦，運用佢哋嘅語文能力啦，無論係中文定係英文嘅語文能力，希望佢可以重整到一啲嘅資料同埋匯報到嘅資訊，將佢哋嘅工作成果咧，透過資訊科技嘅方式咧呈現出嚟嘅。咁再者啦，我哋都希望培養到學生嘅共通能力，咁啊包括溝通能力啦，包括資訊科技能力啦。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希望咧係能夠做到嘅。咁喺溝通能力方面咧，我哋希望培養到學生有效咁表達同埋傳遞資訊嘅能力啦，並且透過資訊科技工具進行有效嘅溝通。咁喺資訊科技能力方面咧，我哋提升學生運用資訊科技進行學習、研究同埋創作嘅能力，並且能夠理解同埋遵守相關嘅道德同埋法律規範。另外，我哋會訓練學生嘅創造力，希望咧激發到學生嘅創新思維同埋想像力啦，鼓勵佢哋喺資訊科技領域裏邊咧創造新嘅概念同埋解決方法，亦都有解決問題嘅能力啦。因為咧呢個都係我哋運算思維課程裏邊其中一個好重點嘅，就係希望佢哋識得解難嘅。咁另外識得分享資訊啦，希望佢哋分享資訊之前呢，能夠先思考到一個分享資訊嘅能力啦。希望佢哋可以喺一個安全嘅模式、安全嘅情景底下，可以分享到資訊嘅。咁第六個範疇啦，我哋好希望咧培養到呢一個閱讀同埋資訊素養嘅。咁我哋希望咧同圖書科嘅配合啦，培養學生終身學習嘅能力，並促進佢哋咧一個全人嘅發展。咁我哋亦都希望整合到閱讀同埋科技啦，利用資訊科技教育嘅平台啦，鼓勵學生透過電子書嘅閱讀，並且配合互動式嘅學習工具咧嚟增加閱讀嘅趣味性。咁亦都咧可以提升佢哋嘅資訊素養啦，教導學生點樣有效咁樣網上搜尋、評估同埋整合資訊，令到咧去支持佢哋嘅學習啦同埋閱讀嘅。咁另外我哋都會同圖書科一齊啦去做跨學科嘅學習，結合咗資訊科技啦、圖書科同埋其他學科啦，透過專題研習同埋跨學科嘅閱讀活動咧，促進學生跨學科咁樣去做一個知識嘅整合。最後，我哋希望學生咧可以有一個健康嘅生活方式。咁第一樣嘢啦，我哋預防沉迷上網啦。喺教育上面咧，我哋希望咧教學生識別到上網沉迷嘅跡象，並且提供策略以平衡網絡使用同埋其他生活方面啦。咁亦都希望咧透過教佢哋社交媒體嘅正確使用咧，指導學生點樣安全同埋負責任咁樣使用社交媒體，包括隱私保護同埋網絡禮儀。咁再者咧，我哋希望咧透過新興科技嘅道德議題咧，同佢哋探討到呢度裏邊咧有機會包含一啲嘅數據私隱啦、智能財產權啦，同埋人工智能等等嘅一啲嘅問題。咁另外啦，最重要嘅咧就係我覺得 IT 課程咧最緊要就係同現實世界接軌啦。唔知大家咧有冇經歷過一樣嘢啊？就係咧我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可能咧就會讀緊一啲嘅工具啦，但係嗰啲工具咧去到今日我工作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工具咧已經唔支援㗎啦，或者已經唔存在㗎啦。咁其實同現實世界接軌，我覺得咧係一個課程裏邊咧一個好重要嘅框架。尤其是我哋講緊資訊科技裏邊咧，其實好可能我哋今日教嘅嘢，聽日咧已經係推翻咗。咁所以我哋希望強化到學生咧，將資訊科技嘅知識應用喺現實世界嘅問題啦，咁從而促進到創新思維同埋解決問題嘅技巧嘅。